使徒行传第16章，保罗过去德比甲罗斯德，伫遐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，老母是犹太人，是信徒，老爸是希腊人。罗斯德甲以哥念的信徒拢称赞伊。保罗想要带伊做伙去，就甲伊行割礼。因为迄所在的犹太人拢知伊的老爸是希腊人，因一个城隔一个城，将耶路撒冷的使徒甲长老所议决的规例交互因去遵守。对安尼，逐教会信心若坚固，人数日日加添。因为圣神组织保罗甲西拉伫亚细亚省传道，因就对弗鲁加甲加列太的地方经过。因来到美西亚边界的时，想要入去比崔尼省，不过耶稣的神毋准，因就驶过美西亚，落去特罗亚。迄暗，保罗看见异象。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地，甲因恳求讲：“请过来马其顿办葬阮。”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了后，阮随时准备要去遐，因为确信上帝有呼召阮去传福音予马其顿人。阮对特罗亚开船，直直开去萨摩特拉，隔日到尼阿波利。阮对遐来到马其顿第一区的城腓立比，这个城是罗马的殖民区。阮伫遐住几若日。伫安息日，阮出城去河边，想讲伫遐有祈祷的所在。阮坐落去，就对聚集伫遐的妇女讲道理。有一个卖紫色布的，嘴雅嘴辣的妇女，名叫做卢底亚，是敬畏上帝的人。伊嘛来听，注开伊的心，互伊专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伊甲全家拢受洗礼。后来伊恳求阮讲：“你若看我做真实信主的，请来住阮兜。”伊安尼甲阮强留地，阮就留落来。有一日，阮要去祈祷的所在，有拄到一个互卜卦的神有心的查某奴隶，伊靠占卜为着主人趁真侪钱。伊缀伫保罗甲阮后面，大声喊：“这个人是至高上帝的奴仆，要对恁宣布得救的道路。”伊真侪日拢安尼喊，保罗感觉真讨厌。就活过去，甲迄个邪神讲：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对伊出去。”邪神随时对伊出去。查某奴隶的主人看到因趁钱的五忙拢无去，就甲保罗甲西拉扣地，带伊去市中心见官员，交罗马官长控告讲：“这个人来得扰乱咱的城，因是犹太人，得传咱罗马人唔应该接受，也是遵守的风俗习惯。”军将参得攻击，官长就剥保罗甲西拉的衫，命令人用棍仔甲因讲，兵丁甲因讲真侪个了后，甲因关落监，搁命令顾监的人严密看守。顾监的人接到命令，就甲因关落内监，双骹靠伫叉狂。差不多半暝，保罗甲西拉伫祈祷，吟诗学了上帝。其他犯人拢注意伫听。忽然有大地动，滴到监角的地基摇颤，所有的监门随时开。犯人的锁链拢落去，顾监的人醒起来，
看到家门开开，想讲犯人拢逃走，就背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喊：毋通伤害家己，阮拢伫遮。顾监的人叫人举钉来，撞入去，皮皮踹，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，然后带因出去，问讲：先生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得到救？因讲：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。因就将主的道理讲予伊甲因全家的人听。迄暝，顾监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去洗空喙，然后伊甲全家的人拢随时受洗礼。伊带因入去伊的厝，准备物件予因食。伊甲全家拢大欢喜，因为因已经信上帝。过早起，罗马的官长派警官来讲，甲迄两个人放出去。顾监的人将这话甲保罗讲，官长有交代，要放恁出去，但恁出来，平安离开。毋过保罗对警官讲，阮是罗马公民，无受审问，就伫证人的面前用棍仔甲阮讲，搁甲阮关落监。即阵因要点点仔甲阮赶出去是无？袂用的，叫罗马官长亲身来带阮出去。警官将这话对罗马的官长报告。因一个听到保罗甲西拉是罗马公民，就真惊吓，来监呢劝因，带因出来，请因离开迄个城。保罗甲西拉离开监狱，就去路底亚因兜，甲信徒见面，甲因鼓励了后，才离开。